推小就评来看台北的消息，台铁公司元旦挂牌成立，有真济款的同仁新制服正式来公开。其中台北、台中、高雄、花莲等有4个特定站的站长试办新制服，采用台铁毋捌用过朴色系，和这个网友讲看起来敢若真心北韩的军官的制服。台铁赶紧就请台北车头的站长换新制服，和大家看详细。经来讲，这是参考日本新干线的制服所做的，甲北韩的军装差真济。新年新气象，敢有倒位无共款。台铁制服换新款式，头一摆用朴实类设计，和较早的深蓝色制服无共款。不过，有网友感觉有够像一个人。雄雄一日看台铁新制服内含北韩的军服别共，不管是色水、步法、手腕、军变的色水，拢真共款。甚至传出台北同事拢真倒弹穿这束新制服，台铁赶紧请台北车头的站长穿互大家看。你要东一还是东一那边？觉得你跟北韩将军是差很多的吗？不太，绝对是不同，因为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双排扣的一个西装设计。那我们可能北韩的部分，它其实一个中山军装的一个样式，像military uniform， 可是好看。好看吗？好看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样很不错，这样子有精神。这有点像北韩的军官在穿的衣服啊。我不觉得，我觉得改变一下也是很不错的，很不错，蛮有质感的，蛮有质感的。让人家看起来就是好像看到他了。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北韩的军官啊？有一点点，是有点像，他跟大陆的也有点像，也有点。台铁拜托大家，这是真查个真济，强调头一摆换朴实的制服，是为了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和花莲4个特定站的站长，特别制作迎宾新制服，是参考日本 JR 东和 JR 东海制服，和北韩中山总军服是差真济。而且这是大节日，或者是特殊的场合，再换这束新衫。平常时啊，嘛是穿原本深蓝色制服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